你就是勾引我爹的那个坏女人。殿下，这孩子在灵泉里小姐坏了您的雅兴，请您看在她是个孩子的份上，从轻责罚。是你就是勾引我爹的那个坏女人。门神，他就是那个尊贵之人的孩子。就凭你，也敢污蔑公主的清誉？你敢打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小小年纪，如此猖狂！姑姑，放心，我替你出气。胡焕，好久不见，仙界好大的排场，不知我该如何向你施礼，才能全了对天后之敬。此时人多眼杂，并非最好时机。胡焕，你一定要冷静。下神无患，拜见神尊。下君拜见神尊。拜见神尊。你果然变了好多，本尊都差点认不出你了。无患留下，其他人都先退下吧。母神，姑姑，元喜不想走。我刚听贤善都说了，灵泉是你弄脏的，此事是你做错了，你自去向东皇上君赔个不是。好吧，去吧。来，为何还不说话？难道不是来针对我的？无患，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本尊说的吗？神尊，无患实在是不知道当初您就沉睡于后池体内，所以几番出言不逊。无患甘愿受罚。后池？那又是谁？本尊一觉醒来，三界皆发生了变化，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九幽。罢了，你我主仆二人的情谊不再复，那我们便说说旁的事吧。这6万载，你可是凤族的族长？神尊有所不知，当年神界大乱，凤族惶惶不安，凤云长老命我担任族长之位，无患实在难以推辞，只能临危受命。三界皆知，若神尊不信，大可问其他诸仙。